美女老板知道我要去相亲后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。喜欢为什么不追我？老板，你快别开玩笑了，我一个月工资都赶不上你做个美甲的。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我说不定真的可以呢。老板，我下班了，我走了啊。零钱。人生的一许情欢，情为腐烂。你有房吗？没有。你有车吗？也没有。你没房没车，出来消什么气？你可能很有钱，他可能也配不上你，但是他也有尊严。老板，谢谢你啊，你生气了啊？最后我都不敢抬头看。